11节的感动时刻要带给大家周末客庄小旅行的活力补充站，跟着镜头安排自己的假期，也更进一步爱上客家。今天我们继续在台3线上，也就是客家大道上的新竹采访。一早的活力从竹东的中央市场开始。要100，还100哦。芝麻酒，煎包，放心的喝啦。一早由不得你还睡眼惺忪，这活力已经让饥肠辘辘的武藏庙提前抗议了。鸡巴哈，你要叫野班呐，你要叫彩爆，小摊就已经融合了很多。如果要想了解客家人的传统生活，到竹东来，你就可以吃到很多客家的习俗。在地客庄，在地味，在充满客家氛围的竹东市场东林路上这一位，据说是异乡游子最难忘的。你係藥菜中藥菜，炸过以后又香，然后再用。我们是传统的客家媳妇哈，也传承了30年。来，关系天头，谢。健康的来，高3的。阿婆，很多都好吃，又饭酥哎，又风彩飘哎，都泡树哎，它是实心的，不是空心的。竹东很有名的所有的面店，它都看得到这个当小菜。细看看，去看看。165，你要多少？转角这一摊鸡鸭摊远近驰名，年近80的老板娘利落的操刀，说她就是客家天然饮食的最佳助教。红吉是我们客家庄才有的，拜拜的时候280，这个拿来腌制起来，这个一定1年1次，冬天才有做，试试看。好香哦，甜甜的味道。有滚水哦。不经意差点错过的牛滚随硬撑下肚，突腹已经像只小青蛙。这时步行也能到的距离，新竹客家人的艺术导师萧如松纪念馆是个沉淀的秘境。是我们要脱鞋子哦，因为这是老师的规定，然后也代表着客家人的严谨。往日弟子规，今日更显客家人那份自持。笔下的游记似乎有了行万里路、读万卷书的意义。人声鼎沸的市场里，客家水板的简单，素食破彩的诱惑，一声声的吆喝，活力了小旅行的脚步，用味蕾写下感动时刻。